所落来，咱丽华要甲咱讲，你若为国外要入来美国的时阵，你爱注意啥物代志？伫迄落海关遐，你会使特别注意的代志。来，丽华。我今仔日是要甲大家搁分享另外一个代志，就是讲，有人全世界的海关美国上严，我毋知你有同意啊？其实，虽然大家经过迄入境的时候，拢加减拢无做歹代志嘛，拢安尼紧张所以我就想讲，今仔日我用这个题目来甲大家分享其实美国的海关并毋是上严，只是美国人咱知影美国人头壳拢足直的就对啦所以伊无爱互人欺骗，伊嘛无爱互人来欺人所以早起我有伫讲文化差异所以我即摆遮也要甲大家讲，恁特别注意，咱嘛甲移民官伫对答的时候，共款爱真简单、真直接。美国人袂爱弯弯翘翘像咱定定讲咱嘛甲你问讲，你结婚啊未？咱袂乖乖讲是我结婚，无我无结婚，咱安怎用？囡仔拢两个啊，敢毋是这就是咱讲话是跳跃式的。甲美国迄个直接式是无共款咱甲你问讲，你毕业未？做代志拢3年啦这就是咱的毛病所以咱嘛安尼讲，美国这个移民官伊会感觉讲，这个人可能无老实，你马上他就会这样想所以咱甲这个移民官讲话时，拢爱注意这个。搁一个就是，咱无管你英语外露你拢会晓讲 Thank you， 或者 Sorry， 这个 Sorry 咱台湾人是变做较有礼貌Sorry， 大项拢 Sorry， 嘛拄着这移民官，你嘛无学白讲 Sorry， 你讲 Sorry， 因认为讲这人在做什么唔对的代志，你马上给他这个观念所以这里是讲互大家做参考咱即摆先来看一个影片。那我就回不去了。即摆互恁看一个入海关的迄个影片，咱小等一下今仔日大家有欢喜无？搁食了欢喜所以我希望大家拢会真想爱来这个长辈会恁嘛会当招较侪朋友来会使哩我们来看个影片。及边境保护局农业部专员说，最近违禁品的包装越来越精美。And we're seeing other animal parts too, as you see here, and those are put together as a gift package. 其实，在 X 光机扫描下，仍旧无所遁形。到底什么食物可以带进美国呢？海关特别提供几项基本原则，并提醒有些食物是绝对不可进美国，例如生肉、猪肉与牛肉制品是绝对不能带，即使是加工过的肉干、肉松或肉签一样不能。有些食物经过加工，并在包装上标示内容物，基本上没有问题，但还是有例外。例如鸡精粉因含有鸡脂肪不能带。Because the type of processing that they're doing does not allow for 100% nega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having the disease. And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is bird flu. 未经过处理的木材与竹子也不能带进美国。人参、燕窝、杜蓉等中药材，则是因人道与环境维护的理由不能带。海关说，最近更查获含有燕窝的日饼，一样禁止进入。海关提醒，因为违禁品清单不定时改变。Make sure to declare every single item that you have.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世纪日报记者吴佩珍，洛杉矶采访报道。有人会讲，这丽华是毋是搁要操蛋我其实无操蛋，我要甲恁讲这个物我拢去读足侪去收集足侪资料。我甚至有一个朋友是伫海关做这个，我嘛搁去甲伊讲话所以我讲了毋是真好，毋过我拢有根据所以我讲的话恁若爱信袂当无信，像讲这个丽华黑白讲无信爱听我今日要甲咱强调的是讲有几个项目咱较迄落较无清楚，较搞不清楚的就是讲咱嘛诈美金入来。人讲我有诈美金，你台票有算啊无？还是讲什物钱有算啊无？所有会是钱的只要是钱的拢会算无管是中国币
干脆丢有回音哦，不晓得为什么哈。外币、美金、台币全部都要加在一起。啊，照美国的规定就是讲，你嘛入来，你迄个飞机上面伊就分一个单，你只要一个家庭，毋是你一个人哦，一个家庭，你1万块还是超过1万块，拢爱申报。伊顶头写是超过，其实拄1万2嘛是共款，一定爱你申报吼。所以咱爱了解讲，伊有个人讲，来美国敢像袂当炸现金，毋对，你会当炸现金，真其实大陆即摆来，拢要去拍拼去shopping去买足侪物啊。你甚至摕钱来遮要买厝，伊美国嘛欢迎。不过你一定爱申报。啊，有个人就讲，我嘛申报，迄个资料毋知走去迄个国税局遐去啊袂？我甲你讲，袂，因这海关甲国税局是完全分开的独立单位，所以这资料袂走来走去吼。啊，有个人会想讲，真麻烦，1万块爱申报，干脆吼，我干脆太太嘛甲写，先生嘛甲写，啊分开报，吼。分开报，伊认为讲你挑工，伊毋是讲你无毋捌，伊认为讲你挑工要写吼，所以咱爱真注意，莫讲为着要安尼甲钱，因为咱同行人就爱讲甲钱甲夹去册内底，甲夹去衫袋内底，还是甲洗伫倒，这真麻烦的代志，因为你嘛到遐时甲伊讲，你有偌济现金，你倒，你开始，这我敢就搁你遐，搁伫遐呢，我敢就伫遐。哇！你这个互伊感觉讲，你绝对是要变什么网，你再唱来唱去吼。所以我这个要特别互大家知影讲，绝对袂当有这款动作，你迄个互因认为讲你挑人要欺骗伊，你这款情形是会甲你的现金全部没收，甚至会甲你罚甲50万美金的罚款，甚至佫会当有10年以来的刑期吼。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大家拢会当注意。过来就是咱拄仔看的影片，就会知影讲，美国因对这个检查确实是足，啥物因会遮紧张？因为照统计，拢总有1200亿的美金的损失，是因为咱带这个糖入来，遐糖不生糖，遐糖不造成环境很多的问题，所以美国的政府会遮尔紧张，美国的海关会遮尔紧张，伊紧张到什么程度？你嘛知迄落家乡。牛黄解毒片，你的这个字嘛有一个牛，这一点跟牛有关系，无管你有关系无？只要看到牛黄解毒片，他都紧张的要死。然后我们还有什么小肥羊火锅底料，咱同行人就爱火甲足名足好听，伊看到这小肥羊，他只要看到那个字是牛羊，他就把它丢掉，认为是违禁品就对了哈。咱即马绿豆椪。咱中秋节伫要搞绿豆椪，绿豆椪内底有肉，这嘛是拢袂使的吼。礼拜天我拄着我迄个海关的朋友甲我讲，内外佫有人炸肉粽入来，我就讲实在，其实讲吼，咱即摆足幸福，你食什么物拢会当买着吼，绝对不要冒那个险。你冒那个险，不止东西被丢掉，你的名字就已经到他的那个系统里头。后盖你逐届入来，无管你即摆拢袂做即款代志，共款你有迄个歹记录吼，所以请大家爱注意吼。这个海关吼，咱伊分互咱的单内底吼，大家我应过嘛是感觉真奇怪。伊这个第11项讲，你有炸水果、青菜，还是食品？这个食品咱大家拢想无啦，我炸一寡饼干，无啦，我就炸一寡迄个啥，豆腐干，瓜子，这个全部都是食品，所以你有这样，一定爱甲讲 yes。所以我第一个红线你食这个讲我是 yes， 你嘛无讲 yes， 你互伊看到，伊嘛甲你开箱。有个人讲我应该拢安尼，你是幸运没有被逮到，你逮到的话，你就开始，伊就感觉讲你骗我就对吼。第一项的食品就是笼统，不管你是食物或是什么内底讲的水果蔬菜，我想大家拢真简单，咱拢知影讲袂当讲水果，这上简单的道理。毋过飞机点也袂讲咱无菜，你食剩的水果，食剩的蔬菜，共款袂当摕落来所以大家要注意即摆11项的这个米就讲你有炸肉类，当然伊的肉类就是动物的
动物的那个肉，不管是生肉或熟肉，咱知影讲猪、牛这些细开，讲较简单细开这拢绝对袂使。啊，你两开是啥？鸡、鸭、鹅，这些可以带，可是熟的 ，OK。所以这个表不是讲不能带的你要才说 yes， 可以带的你就不说没有。你只要带肉，不管是可以不可以，你都要说 yes。可是，在那个 yes 的范围下，你要知影讲，把熟的肉，2只脚的可以进来。海鲜可以进来，你家己要真清楚啊。可是这个表的话，要据实申报，讲我有炸这款物啊来啊，所以这项我特别要甲大家讲，啊，你嘛无照安尼是300块到500块之间的罚款，啊，搁来上危险就是迄个放伫乌名单内底，啊，再搁一项我要甲大家讲，即马因为科技在变化，很多事情互因嘛真头痛，咱知影讲，这个恐怖分子利用各种方法要侵入所以即摆海关甲你查你的手机，甲你的查电脑，甲你的查相机，你袂当伫遐大声包，有的人我不要特别强调说是因为是大陆来的，其实都会发生。有的人一紧张就大叫，这种无效，你无权利跟他叫，你也不能请律师跟他争。这个是不变的道理所以我伫遮要特别甲大家讲你无需要去做这，伊完全有权查你的手机，查你的这个电脑查你的相机，这拢是你要知影尾仔我要甲大家讲，搁讲一解，就是讲咱常常犯的错误，就是讲你的水果蔬菜不行，甚至飞机上吃剩的，搁讲一遍还是不行中药。拄啊，咱咧看迄个影片有讲什么燕窝啦，什么迄个什么鹿茸啦，鱼翅啦，这拢袂当。一寡你感觉讲真奇怪那安尼，不过伊是为了保护动物的原则，真侪物啊伊就不同意有一项我是感觉讲值得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家己嘛有这款情形。咱真爱讲转去台湾要买一寡中药咱感觉讲迄我知影店买起来更较好。一寡中药，你嘛现成的伊些包装后壁拢有写什么成分只要是合法，那个没有关系。不过像我定来去阮古早对面迄个中药店你甲我种一寡胡椒粉，你甲我种一寡五香粉，咱感觉足方便。不过迄款你会碰到麻烦，因为迄款伊就甲你落起来，那个混，也没有什么标志，也没有什么注明什么。即摆进足侪毒品了，所以他们会觉得说这个太麻烦，伊无时间给你查黑，只要觉得怀疑，他就把你丢掉就对了所以咱来知影，咱上好炸来物拢有完全标示那希望就是说，其实再讲一次，就是讲加真侪物拢有所以不要冒那个险再来就是强调肉方面，咱都讲过，猪肉、牛肉这块拢袂当。贡丸不要认为迄是丸，迄内底就是有肉，所以贡丸也不行。绿豆椪我都有强调过另外就是像皮蛋，我迄个影片有讲，真侪物伊感觉讲对你有处理，不过因认为讲恁的处理无合阮的标准，伊认为讲迄个细菌无完全杀掉，所以皮蛋也是变成除外。搁一项我就是最近才学到一寡少年囡仔就爱登去台湾囝嘛的，登去台湾去买台湾那种素食面，足侪种，感觉足好耍。买这个素食面只要里面标说这个有鸡精、有鸡粉咱知影讲咱藏鸡精、鸡粉，咱拢无要紧。不过对因内底这块面不行，他就认为他们在做鸡精的时候没有100%安全处理。所以素食面只要是说有那个鸡精、鸡粉的，他们就会除掉。所以咱爱抓到这几项上尾我要甲大家讲，你绝对是爱家己整理行李。我想这大家拢应该知影莫到时你讲我唔知呢，迄阮爸爸甲我下落，你讲什么话拢无效的对，而且他会认为你就是在骗他，因为在他们想。因美国人真感觉讲奇怪咧，你哪有大懵人，哪会别人去甲伊整理行李，绝对是你家己整理行李所以咱绝对袂当安尼。搁真正发生的情形就是讲，有的朋友就讲拜托你这甲我摕者，是甚至在那个
检查行李要出去的时候，他就说啊，我这汗伤济，无你我这人寄伫你遐，这种足危险，因为真济情形发生，拢全是人甲迄个违禁品、迄毒品啊啥。 放你黑内底，啊，到时候你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了，反正他就是认为是在你的手里就是你的代志对吧？吼，所以我希望这个部分，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海关这检查这个物啊，毋是一成不变，因的咱的商人啊，是讲咱的国家会讲啊，伊即摆检，伊即摆规定安尼，咱就来创啥，所以嘛知影你闭网，所以这海关要审核的标准嘛，一直伫改就对吼。 即马即个，有一个网站吼，就是讲我会使查袂，叫 Can I bring it？Can I bring it.com 这个网站吼有中文、英文、西班牙文3种语言吼，这个网站就会 keep， 就会保持这个新的 update 就对。你嘛要搁较知影、搁较详细的吼，就会当去参考这个。所以我希望讲，大家入境拢会当真安全，所以我特别搁选这个题目甲大家分享。多谢。 谢谢。